饺子机安装调试指南。第一步，安装设备。一、安装输面架，用螺丝固定，输送铁片放置2个滚子中间。二、安装输送带，用4个螺丝固定。如果输送带太紧或者太松，调节外端的螺母。第二步，空机运行，接通电源，依次打开控面开关、控线开关，检查机器运行情况。第三步，和面及面片要求：试机面粉最少3至5斤，用凉水和面。各个地区的面粉跟水有不同，因现场情况而定所需配比适量添加。参照下表，按照比例进行和面，并经过压面机压成型。压成的面片宽度要达到饺子机压面滚的宽度。将压好的面片放到饺子机之面架上，为了防止滚子粘面，将面粉和和面片正反面撒上干面粉。第四步，贡献及贡献要求：一、试机菜馅，将空心菜剁碎，并进行脱水处理，加入适量的干面粉，吸收菜馅的多余水分，并加入食用油，起到润滑作用。二、正常菜馅，将准备好的蔬菜剁碎，并进行脱水处理，加入调料，并放入食用油。三、正常肉馅，将准备好的材料剁碎，就可正常使用。馅料要求最少达到馅豆的2/3。第五步，断面处理及引面。若是2根滚子中间出现堆面，则需要调整进面口的2个滚子间隙，出面口滚子出来的面片厚度达到客户的要求，就不要动了。反之，若是出现断面，则增大入面口滚子的间隙。引面时，将下来的面顺着线管慢慢往下引，确保面皮包住线管的情况下，用手将面皮两端粘合往外拉一点，使切面滚能顺利切掉多余的面皮，并将多余的面皮顺着侧面的轮子顺下来。若是切面时发现面皮两边一边宽一边窄，或者一边干脆就切不到，则调整白色尼龙块的角度，哪边窄就将白色尼龙块往哪边转，微微调整即可。第六步，空心饺子即成型。引面顺利，则先做几个空心饺子。正常出空心饺子后，关闭供面开关，再打开供线开关。看到面皮鼓起来之后，打开供面开关，由慢到快，依次调整，直到饺子饱满即可。第七步，清理馅豆。